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ncent 啊。今日咧就嚟到西環啦，睇一個晉成峰嘅一座高層 D 單位，實用面積463尺，兩房間隔。我而家身處單位上面，同大家簡單介紹下。而家咧我就身處單位嘅客飯廳部分啦。大家都見到咧，方正，容易擺放家私嘅。咁飯廳呢邊咧，其實我建議大家咧，其實都可以做一啲收納櫃放喺呢度啦。咁再擺一張長方形嘅餐桌或者圓形嘅餐桌，供4至6個人喺度進餐都可以啦。咁再嚟到客廳嘅部分啦，咁方正容易擺放家私嘅，咁電視機位可以 set up 喺呢度，即係做個組合櫃放喺呢邊。咁咧有陣時你見佢樓底都其實幾高下㗎，咁可以靈活運用埋上邊嘅空間，做一啲收納空間喺上邊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再睇下窗外邊嘅景觀啦，會望翻去呢個西南邊嘅一界山景同樓景為主嘅，咁景觀非常開揚啦。望去右手邊咧，其實會望到少少嘅海景。入夜之後咧，個景色會更加靚啦。我哋再翻入去沿住走廊睇睇睡房嘅部分啦。我哋首先睇咗客房先。咁咧，客房嘅景觀咧就同客飯廳嘅露台相約啦。大家亦都可以靈活運用呢啲窗台嘅部分，做多啲收納空間喺上邊。我哋再睇埋主人房嘅部分。主人房咧就會多少少空間，咁大家都可以即係 set up 一個衣櫃位喺呢度。景觀咧亦都係同客飯廳嘅露台大致相約啦，即係兩間睡房同埋呢個露台景觀係一樣嘅，可以叫做都係望翻去南面嘅山景同樓景為主。咁我哋最後睇埋洗手間同埋廚房嘅部分。咁洗手間咧就浴缸設計啦，咁就 keep 得乾淨企理嘅。最後睇埋廚房嘅部分啦。咁廚房係緊廚啦，所以做到明火煮食，咁呈一個 U 字形嘅空間嘅收納空間咧係非常充足啦，同備餐區嘅空間都充足嘅，預設咗一啲空間俾大家放一啲基本嘅家電噶啦。好，咁最後補充啦，咁呢度咧其實都好近呢個西營盤港鐵站，幾分鐘就到啦。而且如果你中意養寵物咧，呢個屋苑係可以嘅。仲有嗰11號網啦，如果生活配套方面咧，附近都會有啲連鎖式食店啊、咖啡啊、超市啊、菜市場嗰啲都一應俱全噶啦。現時呢個單位咧有鎖匙噶啦，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同查詢，歡迎大家隨時致電或者 WhatsApp 俾我。拜拜。